唔想腰背痛，大家就要注意管理下自己不良嘅坐姿啦。肌肉好容易變得繃緊，特別喺頸背部嘅肩膊，長期處於繃緊嘅狀態，血液循環唔好。喺中醫嘅角度，就會造成氣滯血瘀、經絡受阻，不通則痛。要放鬆呢啲繃緊嘅肌肉組織，當然唔可以寒背，又或者翹腳。但係講嘅容易啊，做起嚟就有心無力。記住，無論張凳幾舒服都好，千祈唔好長期挨落去，好似打太極拳嘅起勢咁，兩腿與肩平，含胸拔背，沉肩聚爪，頭頂就好似放咗杯水咁。我教大家一個先放鬆高方穴嘅健膊操，兩手合十，背放於頸後，十指緊貼，掌心打開，然後呼氣數5、4、3、2、1，還原。十指緊貼合十，每一組10次。就算幾唔得閒，每日都至少要做1次啊！世界上冇一種特效藥可以根治不良嘅坐姿，所以提醒大家要謹記媽媽 N 年前提醒過你，做功課要坐直啲，咁樣先可以針對性減少肩膊嘅疲勞，腰背冇咁硬，瞓都瞓得好啲啦。